有时候前面响起了雾，明明很努力，却还是觉得迷路。问了很多人，听了好多答案，心却还是迷惘，不知道往哪走。学着让心静一静，不急着找到答案，安静下来的那一刻，有一种柔柔的平静力量，听心静静说话。即使看不清未来，我也能静静感受到内在的智慧之光，它不耀眼却一直都在。每一次深呼吸都在提醒我，先回到安静的心，再往前。就算此刻还不知道方向。不再拼命往外找答案，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感觉，真正的指引一直都在心里。